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8章。第6年6月初5，我坐伫厝内，犹大的众长老坐伫我的面前。即款上主的气力充满我。我观看的时，看见一个亲像人的形象，伊的腰以下亲像火，腰顶悬亲像画丝的金属遐尼光。伊伸出一支亲像人的手，扣我的头毛。伊的神甲我举悬到空中，伫异象中，伊的神带我去耶路撒冷圣殿内埕的北门门口。伫遐有一个座位，顶面坐惹上帝受气的偶像。伫遐，我看见以色列上帝的荣光，甲我伫加巴鲁河边看见的相款。上帝对我讲：“人子啊，你看北边。”我就举头往北看，看见这段门的北边，伫入口有一扇惹上帝受气的偶像。上帝阁对我讲：“人子啊，你有看见以色列人伫遮在做甚物？因伫遮做极通厌恶的代志，逼我离开我的圣所远远。毋过，你会阁看见比这搁较通厌恶的事。伊带我去外埕的入口，我一个看，墙壁有一孔。伊对我讲：“人子啊，甲墙壁野窗架。”我一下野窗架，就看见有一个门。伊甲我讲：“入去，看因伫内面所做通厌恶的歹事。”我就入去看，我看见四面的墙壁刻逐款伫涂骹得相的画面，甲通厌恶的走兽，嘛有以色列人拜的偶像。有70个以色列的长老徛伫遐个像的头前，沙番的囝亚撒尼亚嘛伫遐，因逐个人手捧香炉，香的烟冲悬。上帝对我讲：“人子啊，你有看到以色列的长老，因逐个人暗中伫充满偶像的房间在做甚物？”因讲：“上主看袂到阮，已经弃杀即块土地。”上主阁甲我讲：“你会阁看见因做真可恶的歹事。”然后，伊带我去上主圣殿的北门，伫遐有一阵妇女坐地，为大牧师神明祈求。上主讲：“人子啊，你有看见无？你要看见比这搁较通厌恶的歹事。”伊阁带我去上主圣殿的内埕，伫圣殿的门口，伫祭坛甲走廊的中间，大约有25个人，骹只往圣殿面往东边拜日头。上主甲我讲：“人子啊，你有看见无？你看，犹太人伫遮所做通厌恶的歹事，减是小可。因伫全国逐所在做强暴的事，一再激我受气。因阁举手机拄往鼻仔，用安尼侮辱我。所以，我要对因发大受气，无要可怜因，嘛无要疼惜因，就是讲因伫我的耳孔边大声呼求，我嘛毋听。